吃火锅面还是火锅粉丝？面吧，面入味。好，走。哦，这个丸子好好吃啊！我要让我妈再多进点会儿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给你尝一尝。你不是爱吃吗？我们都吃了啊。一起吃，一起吃吧。停，不许夹给我，吃。烫。这就对了吧？那冰柜里还有很多呢，应有尽有。放心吃，随便吃，在我的地盘，吃得起。好吃。鼠辈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敢闯烟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威胁我？睡会儿去吧。不行，我真得躺会儿去。去吧。慢慢弄啊。现在雨还下吗？我这边还在下，明天去苏州。我们学校明天放假了，不让出门，让在家待着。我们也放了，不过我住校。更小杏，我家离得近，在家呢。啊，那今天可以聊晚点啊，反正打雷也睡不着。对啊，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不上课，那可不得聊到天亮。听错了。阿晨，你是完美配音的老粉，你知道的一定多。继续，刚才聊哪儿了？哦，绝美。我早几年混配音圈的时候，他还挺活跃的。一代新人换旧人了，现在有名的活跃的 ID 我都不认识了，但完美还是永远的神呐。哎，我们这么聊，不会被本人听到吧？真希望他们能来听，正好一起聊。这么晚了，他们应该都睡了吧？没事，他们睡他们的，我们聊我们的。阿晨，你继续。应该就是龚小星的声音。哪个是他呢？我记得一开始完美配音的人都在各地，后来慢慢主力全去了一个地方。对，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周年庆，几个主力聊过这事儿。黄金年代啊，3大王牌全在。可惜啊，没见过黄金年代。原来是这个。妹子，你是新人吗？那可错过好多啊。哎，你们听说过绝美的绯闻吗？他还有绯闻吗？谁？绝美？没吧？玩笑开得多，但他微博只发广告，不和别人互动的。我没看到过有什么真材实料的 CP。不过，我一直和他斗斗饼，两人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，年少相识，一起打拼过来的。哎，我也是，这对真的不要太好磕了。我已经开始脑补了，一个帝王音，一个御姐音，太配了。这对 CP 没法磕。哎，你干嘛打字啊？耳麦坏了，我用电脑。哦，那你打字吧，刷屏的感觉不错吧？就你一个人打字。哎，我感觉风雅颂的 CP 多，他那个人百搭，好像和谁合作都能擦出来火花。我喜欢风雅颂，医生，我喜欢穿白大褂的。哎呀，我也是。一开始喜欢他的声音，后来知道他是医生，就更喜欢了。听风雅颂平时录节目，还有周年庆的时候，在阳朔那场，他在后台一直帮新人对稿子，人挺好的。当医生救死扶伤，做配音演员帮新人对稿子，妈呀，风雅颂好青年啊！爱了。是吧？风雅颂人确实挺好的，而且颜值还那么高。完美配音的完美男神呐！
风雅颂好像有女朋友。啊，说说看，谁啊？啊，今晚碰上有料的了，快说快说，给大家解解馋。陈听说，不知道真假。哎，本人澄清一下啊，没有的事儿。碰上本尊了，我就说肯定有人在听，是本人吗？风雅颂本人？哎，是我，大家当我不存在啊。你们继续，聊什么都行。我就是澄清一下，我单身。哎，打字那个，你听谁说的？打字那个，可不能抹黑我家男神啊！臭小子，奉上本尊澄清，没话说了吧？你忘了有一回几周年庆的时候和绝美说过，我可没乱说。绝美，风雅颂和绝美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冯老师，你还在吗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？鼻子上脸了，一定是绝美瞎编的，或者是她记错了。有啊。反正我不记得了，没有的事啊。好了，我加班去了。冯老师别走啊，再聊1块钱的呀。对呀，好不容易碰上本尊，别走啊！洗干净了，放这里面。快4点了，要不要睡会儿？我明天正好从这去上班了。住这儿还挺方便的，以后我们偷偷的常来，只要你早上过个马路就能上班。我倒是没事儿，反正住医院也是住，住超市也是住。那还是算了，好好的家不睡，睡这儿连个正经的床都没有。哦，这个是平时我爸或者我哥睡的，有时候太晚懒得回家，在超市盘点装货就睡这儿了，所以是单人床。叔叔这么辛苦啊？这个床装修前就在，新装修后也没舍得扔。挤是挤了点儿，但是我觉得也能勉强凑合。这怎么凑合呀？这可比单人床还小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莫医生，你今天门诊不是在分院吗？这么晚了还过来？对，回来了。下这么大雨不回家回医院啊？刚好路过医院，回家太远了，开车不安全。到了。这就是我的值班室。随便参观。我小的时候和我外公一起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。这还是我长大之后头一回进医生的值班室。啊，你平时加班就睡在这儿吗？这张就是我的床，有时候懒得回去了，手术完洗完澡就直接在这睡了。在录音棚熬得晚的话，就在录音棚睡。你也熬了一夜了，要不在这眯会儿吧？我去趟隔壁办公室。那万一有人进来，多尴尬。你把门锁上，我早上回来之前会提前给你打电话，到时候你再开门。吓死我了！你还没走啊？
对啊，在加班。你想问什么？你知道完美配音这么多八卦，老粉丝了吧？对，从他们创立起，确切说，从完美配音没组建、枪青词和绝美杀意在网上小有名气开始，我就在。这样。你是在校学生？刚才听你们聊大学。是。这么晚不睡，不会吵到宿舍同学睡觉啊？他在看片子，害怕，不让我睡，让我陪着。不过我实在太困了，先不聊了，再见。狂风暴雨的夜，太适合看这种片子啦，完美。如果你不让我强行醒着陪你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我以为你早睡了。都答应你了，说到做到。啊，你也太好了吧！你跟人聊天聊到现在啊？没有啊，我主要是听，没怎么说。一群人在完美配音房间聊八卦，我听着好玩。有八卦听你不喊我，那不是因为你在看电影吗？有啥内幕我不知道的，快跟我说说。哦，风牙颂有女朋友。不可能，他出了名的单身呢。他自己也辟谣了，不过上线一会儿就走了。他居然上线了？他居然空降聊天室啊？对啊，哎，自己社团房间匿名听一群粉丝聊天，好不好笑？什么癖好？啊！我为什么要看电影啊？明天我也要上线蹲他。行了，早点睡吧。晚安。那我也洗洗睡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更小杏，你安全在家吧？不是吧？你听着，我教你：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七只羊，八只羊，九只羊，十只羊，11只羊，12只羊，13只羊，14只羊，15只羊，16只羊，17只羊，18只羊，19只羊，20只羊，21只羊，22只羊，23只羊，24只羊，25只羊，26只羊，27只羊，28只羊，29只羊，30只羊。莫医生，儿科那边找您过去。哦，
事先别进去。昨天台风，莫医生带着家属过来睡的，人家还没醒呢。早。早。莫医生被叫走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。你在休息啊？那个你接着睡，我正好去查个房啊，把门给你关上啊。把门锁上啊。哦。喂，我刚刚还以为你让我去开门呢。我在儿科被临时叫过来了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哦，好。今天气蛮好的哈。好，莫医生。莫医生，你女朋友刚才醒过，出来找你，我和她说你一会儿就回来。谢谢。喂，是你在敲门吗？是我。哦，我来了。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的床睡得挺舒服的。现在早上6点多还没有上班，我们先补个觉。走。医院值班室，应该就是想补觉吧。医院值班室，我就是想补个觉。我睡这边，你接着睡。那要不要帮你上个闹钟啊？上吧。来了。要不我先回家吧，等你忙完了来找我。好，我去开门。对不起，我糊涂了，忘了你在。没事没事，你慢慢。拜拜。人都走了，坐吧。哎，钟生啊，外公，你怎么又一个人上来了？哎，来坐。我跟您说了，爬楼梯危险，你不要一个上来，有事跟我说。我上来晒晒太阳不行啊？行，您想怎么样都行。哎呦，昨天晚上这暴雨没吓着你吧？没有。是，有人陪着就不害怕了。对。昨天你妈还说呢，
让你爸开车到你同学家接你去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跟他说了，这么大姑娘不知道躲雨吗？再者说了，姑娘不让你们去，你们就应该识趣，对吧？嗯。生生啊，你跟那个小莫医生相处的好不好啊？好，特别好。啊，好好好，哪天带回来让外公瞧瞧啊！外公这眼睛别看小，看人可准了，尤其看同行。你放心了，外公也就放心了，大家都放心了，啊。嗯，不着急，下次有机会。好好，行行。外公坐。好好好，哎呦。哟，风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早上，因为暴雨延误了。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的，在机场待了一宿。哦，待一宿，然后闲着无聊就跑语音房间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我听别人说的。哎，你别管了啊。你这脸色有点不太好，昨晚没睡啊？脸色不好？不好吗？我还行啊。过来，给你把个脉。行，把来。好久没给我把了。我说你把脉这手倒是没白学啊。哎，你上大学那会儿为什么不学中医呢？现在中医可吃香了。别打扰我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淋点雨，现在嗓子有点不舒服。算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说话呀你！啊？喜脉。啊？喜什么喜脉？你知道自己淋了雨嗓子疼，还不给自己冲个感冒凉？一会儿真严重，我看你怎么配音。这不正找了吗？唉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眼带桃花，印堂发亮，确实喜脉。怎么说？最近感情有进展了？我说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不是费劲，是费脑吧？智者不入爱河。你和江青瓷以前能和我一战，现在一个个往河里跳，脑子转的当然没我快了。你小子现在跟谁学的？说话这么贫呢？我一会儿洗个澡，顺带洗衣服。你有没有要洗的？我一块洗了。为什么你每次洗衣服都要跟我的衣服一起洗呢？省钱啊！洗半桶是一样的水电，洗一桶还是一样的水电，当然一块洗划算了。啊，行，这省钱还是你能耐。这叫会生活。天子一好，第一省钱。给您的奶茶。谢了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你的风格买一赠一。这是以奶茶代酒，欢迎你回来。我的呢？你不有感冒灵吗？喝什么奶茶？羡慕了吧？我和豆豆的友谊，岂是你能比的？啊，行，羡慕，比不了。为我和豆豆的友谊，干一杯！可以。生生啊，外公就喜欢吃石榴，就是包起来太费事。那我给您多包几个。好。弄堂口见。外公，我想先出去一趟。好。哎，顾家，怎么了？外公喊你给他包石榴呢。喊我给他包石榴啊？你干嘛去？啊，外公说他喜欢吃，你多包点儿。哎，你就把这活。哒啦啦哒啦哒，哒啦啦哒啦哒。准备去哪儿？
你想去哪？你要是没特别安排，就跟我回工作室吧。录音室下水道堵了，约了人去修。没问题。可是你工作一天了，我还让你陪我干这个，有点过意不去。忙了一天，就是想看见你。至于看见了，要做什么、去哪，都不重要。好像带你回娘家一样。哦，走调。我还以为我睡错地方。你还以为在天字1号啊？是啊，前几天在天字1号没见着莫老师，没想到回到这个地方倒是见着了。乖乖，期待的贵宾来了，快来！前辈你好，上次不知真身，还真以为你是隔壁学校师兄啊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。没有。好好说话，我好好说话了呀。他是圈子里前辈，该有的尊敬要有的。跟我呀，不用那么见外。就是不用见外。莫老师，快坐。哎呀，我刚睡觉忘记收拾了。莫老师，你坐这里。你俩这么严肃，这么紧张干嘛呀？再这样，下次我都不敢再带他来了。枪老板来咱这儿做客，我们得礼貌礼貌。哦，那我也算我们这边的吧。我也得礼貌礼貌。行，那你们这个阵仗，我是不是该说，请大家一定放心，我会对生生好的。你又开玩笑？这不是玩笑。对，绝对不是。从枪老板眼里看到了真诚。其实我上一次来就想说，我觉得你们这挺不错的，比完美配音第一个工作室要大。我们这儿是社长找的地方，他在附近一个美容院上班。这儿之前是少儿美术班，这儿老师正好是社长客人，后来搬走了，就赶紧租下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怪怪，我是老师，小学教英语的。我叫走调，我是完美配音的正式员工。尾巴都翘天上去了，这位同学。我实话实说呀，对吧？前辈，你是什么职业？不方便说也没关系。方便，我是医生。网上好多人八卦都没扒出来，你竟然和风雅颂是一个职业啊！哎，你们俩没说过吗？有保密协议的，豆豆姐说了，不能透露完美配音任何人的私生活。而且他也没问过。是，我知道你注重隐私，所以从来不问生生的。你们是生活里的朋友，不一样。聊半天了，我都忘了倒水。你是喝茶还是饮料？冰箱里有可乐冰红茶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方便吗？要不我就进厨房了。又不是没见过。行。那今天我是这边的，就不陪你了。是。人真好，一点没架子。是呀，改天啊，带你转转完美配音，走来走去都是业界大佬，没有一个有瞎子，人都可好了。炫耀吧你就。我炫耀什么呀？要炫耀也生生是吧？5点了，我下午还有工作呢。哦，莫老师，我先回天字1号了啊！这就走了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一会儿有课呀。你不是早上才说没课吗？忘了。调课了。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不用找借口走。
对呀，坐坐坐。哎，这是你们的地方，我只是客人。也是啊。我来。来了。你好。啊，哎，你们好，我是物业的，来修下水道的。哦，对，厨房洗衣机旁的下水道坏了。这边这边。好的好的。你们坐着吧，我来盯着。是哪里啊？这个是吧？这个。好。不止没架子，还是个大包大揽的靠谱好男人。哎，豆姐，那是烤好的面包。谢谢。好香啊！豆姐，咱们封老师家里需要补贴吗？这么少？看出来了。每次点外卖横竖都要15块钱以下的，喝完的饮料瓶吧，非让我们丢在纸箱里面卖废品。还有他那个手机啊，都用了5年了，卡死了。买东西一堆打折的券，但是每次请大家吃东西又一点都不含糊，不像没钱的。他有钱啊，名配音演员，3甲医院儿科医生，还能省，他能没钱吗？那他这是攒钱娶老婆呢？我真的很少见有人这么省的。他就是从小的习惯啊。他其实对朋友挺大方的，就是自己特别省。念书时候就这样，一开始啊，我们不是很熟悉，了解不多，每次吃饭聚餐都找那种特别贵的地方，毕竟难得出一次学校嘛。结果结账 AA， 他也什么都不说，特痛快给的。直到后来莫老师跟我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生活费什么的都是自己打工挣的，平时过得特节俭。好男人。名气大，粉丝多，作品多，还零绯闻，而且脾气好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红过脸。他就是天生脾气好，当了儿科医生之后脾气更好。未来的嫂子长什么样呢？豆姐，冯老师他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不知道哎，他好像对谁都没什么兴趣。你看啊，咱们完美3大王牌，3类人：锵青瓷跟谁都不太交流，绝美呢感觉跟谁都有点意思，风雅颂跟谁都是朋友，但感觉跟谁都不来电。绝缘体、多情种，还有一个吧，不懂爱。是祝孤生。我这次不会又是祝孤生吧？不能。坚决不能！你这次真是死缠烂打，穷追猛打，凭着蒸不熟煮不烂的精神，终于追到了你 CP。白墨情，这还算个好消息。哎，对了，枪老板演什么？神将萧无，神仙男主。行吧，每次都是他是人间救世主，我保驾护航。你这个他也来不了。莫哥，哎，我现在有时间，配什么？他 CP。豆豆姐，风老师，幸会幸会，又配 CP。幸会幸会。干活，来。哎，好了，好了哈，40。好的，我付。没事，我来。我们录音棚的事，还请莫老师不要插手。对，这是我们录音棚。好，这个理由我无法反驳。哎，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？算是音乐制作吧。您想看看里边吗？可以吗？这边来，哎，带您看看。哎，这边呢是我们的录音间，里面都是乐器。
真不错呀！啊，哎，我家的小孙子能教吗？以后吧，等做出名气了，开培训班。我们美容院饮水机坏了，忙了一上午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枪，又见面了。来客人了啊！那我还有下家呢，就先告辞了啊。好，辛苦您了。哎，辛苦了。哎，社长，你回来啦？啊，哎呦，见笑了。我上班时间这是工作服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社长，是这个不知名小社团的社长。强京词，完美配音组。我以为我足够正式了，没想到社长啊更胜一筹。这不一样的好吗？我上次不知道真身，这次我可是代表社团的。哎，你们先坐，我喝口水，太渴了。走。你说你今天突然过来，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要不然去我店里做个脸吧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他可是高级技师。哦，是吗？但是不用了。我们跟你开玩笑呢。还是今天晚上留下来吃饭吧。上次生生在阳朔登台演出之后，我们社也算有了名声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感谢你照顾生生。不用跟我客气，这是我应该的。我也是应该的，我是他老大嘛，替他谢谢你，别跟我客气啊。对，甭客气啊，我们都算生生的娘家人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再把他当外人，他下次不敢来了。上一次我来还没算正式追到生生，所以也不好说自己是谁。这次来呢，当赔罪，晚上这顿饭我做了。好，痛快，我买菜。好，那我就负责洗菜切菜啦。可以啊。我店里还有2个客人。哦，那你快去忙吧。对啊，你忙完了回来吃。行，那谢谢姜老师，我先去忙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是他吧？就这个。哎，西游哥，我想点个外卖。你看看。好。哎，想吃什么样的？哎，莫敬成应该下班了呀，为什么不回来吃饭呢？赶上他一次不加班多不容易，还不回来给我们做饭吃，吃外卖都吃吐了。莫老师已经不是过去的莫老师了。现在的完美食堂啊，也不是过去的完美食堂了，主厨跟人跑了。走了，你们吃吧。换一家吧，要不？换。哎，走调啊！莫老师是不是在你们家呀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啊？哎，不知道。小子别装了，肯定在他们家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哎，不知道。完美的规矩，每年招新算是一代，算到咱们这一届，算是第几代了？7代。我们一共招了7届。啊，王可啊，我这跟弟弟们一算时间，感觉自己变老了都。10周年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，应该退出江湖了。你把我那收了，自己收，我还能唱20年呢，是吧，弟弟？哇，好香啊！这是拿来做什么菜的？锦绣梅菜扣肉饭。看着就好想吃。每一个肉片里面包裹2个莲子。好厉害啊！我从来没有吃过，也从来没有见过这道菜，原来是这么做的呀！马上就能吃到。然后我们把米饭填上。哦，原来是最后放米饭。
帮我计时，30分钟。30。好了。这个菜看着就很复杂，但你一做就简单。那当然。谢谢你啊，对我的家人们这么好。你的家人就是我的。等等。他们在排练室。继续。啊？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不跟我们一起吃 Slowly, 饭。 slowly I 见了 am 猫哥一堆 with 东西都 you, 没录， I love you. 好辛苦啊。确实辛苦。所以，我该有个什么安慰？ Slowly, 该怎么 slowly we 安慰？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刚 slowly 刚不是 I 才经 am 过？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来，试试。我边走边讲。江金慈做了饭，一口都没吃就走了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他回去好多工作，忙不过来。我今天听他说他本职是医生的时候，就在想，他平时忙不过来吧？反正不是医院就是录音棚。上一次10周年接着活动去阳朔，好像说是几年来第一次厂家。这人啊，太优秀了，也愁。是啊，他要是个小透明也就算了，他可是江金慈，排队等着全是最好的项目。他还是医生，等着病人肯定也不少，两边都不能放。以后医生做到顶尖了，副主任、主任什么的，根本顾不过来吧？不管是医生还是配音演员，他一直都在努力做到最好，不管放弃哪个，对他都很难吧。希望这一天晚一点来就好了。阿友是阿友吗？你长大了。
莫老师，哎，你没去吃饭啊？我吃了，超级过来看稿，想提前准备一下。饭还是要吃的，有那么多前辈带着你陪，不用怕啊。怎么样了，茂哥？哟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一进来都在喝奶茶。买1送1啊！哦，冯老师请的。哦，谢谢他。你有吗？在那儿呢，我还没喝呢。录完再喝啊，太甜。来吧，年轻人，我帮你过一遍啊。新人福利，谢谢茂哥。放轻松，不用紧张。好。莫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来啊。莫大哥，已经过去4年了。4年，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你要是有事，人物小传可会没脸见他。这不刚才看好几遍了？你没事，那我就再无遗憾了。暂停一下。走调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人物小传只有2句话太单薄了。我看过全剧本，我给你补充一点啊。这个角色呢，他是满怀希望开始失恋的，最终他是因为救人死掉的。他想要告白，但又没来得及说，所以他是带着遗憾的。你要试着找一下这种遗憾的感觉。没关系，别紧张，今天晚上我都在，我陪着你录啊。谢谢莫老师，加油，再来一次。来录。来。莫大哥，已经过去4年了。4年，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呀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你要是有事，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他的。你没事，那我就再无遗憾了。走调。这场戏呢，你的状态应该是马上要陨灭的，所以你不能有那么多气，稍微有一点点气声就可以了。然后整体的情绪要再往回收一些。4年，已经那么久了呀。就是感慨再多一些，你明白吗？你再多试几次。好，来录。好。莫大哥，已经过去4年了。4年，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呀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小孩挺聪明啊，鼻子好。你要是有事，那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他。你没事，那我就再无遗憾了。OK， 这一遍好多了，咱们再多试几次好不好？你就抱着这种感觉多试多练，你会进步很快的。谢谢莫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来，你再来，继续。好。莫大哥，已经过去4年了。4年，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呀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人。哦，哎呦，今年第1项任务完美周年庆圆满完成，现在第2项重头戏9月古风歌会正式开始，加油，绝美老师！绝美老师来活了，我给你看看啊！绝美老师加油啊！现在不困了吧？啊！4大社团每年轮流主担策划，终于轮到咱们了。你都歇了3年了，好不容易轮回来，你就别摆出这种无力承担的表情来啊！掩面哭，你怎么掩面？你看，哎，莫老师早，来休息休息不行吗？好，走。能不能休息休息啊？这才刚完事多长时间啊？3年了还不够啊？你给看看，你看你刚休息又给一摞子。没事，今天让你回去休息，你明天再弄。我不干，谁干谁干。
不是，你看挺好看的。今年我做吧。总策划我来做。啊，那行，那你你这不是帮他解决问题吗？行什么行？你能不能靠谱点儿？行什么行？那个就是，哎，孟老师，我不是听方亚松说你们科室有一个医生要休产假吗？这工作加倍，忙得过来吗？就是啊。我想这次做个告别，退居幕后。开什么玩笑？别闹了，就是开什么玩笑的？我认真的。我让西柚冲杯咖啡吧，清醒一下。是不是他家昨天熬夜了，不太清醒？我这几年一直淡出，不就是一直在为这个做准备吗？不喝咖啡了。不是你一直要淡出这事儿，我们都知道啊。但是你不能这么突然吧？你不能就这么跟我们说了吧？对呀，你不给我们点心理准备吗？我们早上还聊着同人曲呢，你这一点预告都没有。我只是退居二线，我又不是人间消失，我要什么预告啊我？豆姐，你们刚说要咖啡，我听见了。4杯加浓的。好，大家昨晚熬夜了。差不多吧，得清醒一下。行，没问题。行，那你具体讲一讲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好。这些年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嘛，我总是在拒绝着各种策划，有一些是老朋友的，有一些是新人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难做到公平对待吧。人情世故在所难免，所以我想正式告别一下，这样也能给新人一些机会，对老朋友也有个交代。我们入行早，名气大，你看，好资源、好本子、好策划，全都先递过来。但凡大点的项目，先提的都是咱们这帮人吧。反正翻来覆去，就是咱们几个的名字，这样对新人也不公平嘛。咖啡来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
去休息一下吧，吃个早饭去。好，谢谢豆姐。总之呢，我先慢慢的不再当主角了，我准备去做配音导演，辅导新人，或者我偶尔也可以回来客串一下配角，无偿的啊，给大伙当绿叶。以后能听到你作品的机会就更少了。但是同样也会有很多新的主角、新的作品出来啊，对吗？行，那以后你当配音导演，我给你当副导演，好吧？好兄弟搭档，干活不累吗？行，你想当没人拦着。哎，有心理预期，我同意了。但是粉丝同不同意，我可不知道。我也没意见，反正以后不管你做台前还是幕后，你永远都是天字一号的人，逃不掉啊！对啊，我永远都是天字一号的人，逃不掉。怎么你有意见？都没意见，我没意见。没意见。还为莫老师要退的事儿难过呢。别说周老师了，今天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谁心里不难受？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，就干咱们这行业缺的不就是配音导演吗？你首先得先具备配音的专业技能、专业经验，对不对？其次，你还得有项目选择的能力，解读剧本的能力。修改剧本的能力啊，当然还得有跟编剧沟通的能力。想想啊，把一群大咖请过来配音，那场面挺吓人的。人家凭什么就心甘情愿的听你讲戏啊？啊，还调音，到最后还得让你分配角色。那最关键的，你还得了解商业配音，你还得熟悉这个游戏领域，还得懂网络配音吧？枪青词两边都熟啊。所以他来当配音导演啊，你就等着我们再上一个台阶吧。你说这些都对，那你还搭了这个脸，我也说不好。这就像我特喜欢一个老演员的作品，可忽然有一天他不演戏了，再也看不到了，就觉得还挺可惜的。莫老师风华正茂，也不老啊。是不老，资历老吧。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他这转幕后是早晚的事。他喜欢幕后？是啊，
他一开始配音其实就是个意外。那会儿啊，他被人拉着做后期，收音回来之后，发现有个演员配的音实在用不了，他就硬着头皮自己上了。豆豆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里面有好几个干音用不了啊，有一个是麦克风不行，全是杂音，你让他重新录一下吧。还有一个是口水音太重了，你让他录之前啃一个苹果，这样能让嘴巴里干一些啊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对，还有一个女3的干音，里面有表针跳动的声音，你提醒一下吧，都重新录好发给我。你后期可以修一下吗？后期不是万能的，前期能解决的事儿不要丢给后期。对，就这些没了。行。好。干嘛呢？吃独食是吧？有我份儿没？我在录音效呢，你一说话我全白干，还得重新吃。音效录苹果啊？在录一个广播剧，剧里面有角色要吃苹果的声音，需要这个音效。好，那你录呗，我不出声。还要录跳河落水的声音。你自己跳啊？不知道，没想好。他每天一有时间就去录音效，免费给大家用。那时候好多广播剧都用他录的音效。大口喝，喝出声音，除了喝水以外，不要发出其他声音。年轻，这感觉不对。你见过走路这么沉重的摇摇淑女吗？你该不会想拆床吧？你这怎么还有这样的剧情啊？帮个忙，你先说，我酌情考虑考虑要不要帮。你钻被子里，翻被子，翻被子啊？你先钻，这样翻，翻，使劲儿，用力翻，够了吧？踢被子。哎，好，砸床，劲儿太大了，轻点。对，带节奏，有规律，砸床，快，再砸，再砸。对，再快点，不要停，再快点，再快，再快，不要停，再快，再快点，再快点。好，有了。哎，你录这个干嘛使啊？有一场床戏需要这个声音。你早说呀，我再使劲点儿。你牛了啊！公开的素材库天天更新，录都录了，大家一起用。那个男二拖了我好多天，最后来一句太忙就不录了。我现在还得重新找人试音，要不行我还得回去求他。他有点感冒，感冒声音确实不好。要不你等他感冒好了再说。不行，我没时间了，真的没时间了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你身边认不认识那种声音条件比较好的，然后有戏感的？你也比较了解这个角色嘛，能不能找个男生帮我配一下？算了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帮你录一个试试。哎，可以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你需要我给你发剧本吗？哦，不对，你有剧本，那还需要什么？用我给你讲戏吗？应该不用。总之你这个男二号呢，就是一个绝情绝爱的，谁都不喜欢。你配的时候要有一种清冷，冷淡，然后稍微来一点旁观者的姿态。知道了。
哦，对，还有第一期那个剧本里边有一场你跟女主吵架的戏，其实应该让你们在语音房间排一下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女主比较忙，她最近在出差，应该没有时间跟你练，所以可能需要你自己酝酿台词，想象跟她吵架的感觉了。好，你别以为配音很简单，后期跟配音完全不一样，你到时候多录几遍，省得后期的时候没有。我忘了，你就是后期。那就没事了啊。总之呢，你别紧张，如果不理想就慢慢来。今天周末宿舍正好没人，要不我先录了吧，先不说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想不到吧？这谁也想不到，就这么冒出来一强京词，临时救场配了一场广播剧，嗨，就一炮而红了。老天爷赏饭啊！早期那会儿人手不够。什么编剧啊、后期策划，还有配音，他都干过。这说到做后期啊，他也是一把好手。那会儿他跟早期那些古风圈、配音圈的人都比较熟，所以他们做歌做剧啊都会找他。我给你们找一找啊，早期做的那些古风歌，像这首，这首。还有这首，这个也是啊。对，这都是他做的，但是因为早期不署名，所以没什么人知道。现在署名了，也很少有人愿意关心幕后团队啊。能有人看看这首歌谁唱的、谁作词、谁作曲就不容易了。开始那会儿是什么贴吧、YY， 还有5Sing，后来有微博之后，大家都玩微博了。我还记得那会儿我跟强京词是粉丝最早破万的，那会儿粉丝破万可不得了啊。我知道，那时候是。再后来粉丝破10万的，他是第一个。现在好几百万了。是啊，这都好几百万了。但自始至终都没什么人知道强京词是谁。你声音跟本人还挺符合的，挺成熟的。啊，是吗？还行吧。你现在还读大学呢？哦，我快毕业了。我这都毕业好几年了。我现在创业嘛，得打扮成熟点。要不咱们先别等，咱们就开吃饱吧。等他们来吧。我这医院还有2个手术，我吃完要先过去。你又不是医生，还要跟手术啊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是做卖心脏支架的？是我们卖出去的产品啊，这后期要负责的嘛，跟手术是基本要求。我现在因为啊刚创业，这又当老板又当销售的，还不说这个嘞。你现在读大学啊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大学时光。其实也还好吧，快毕业了，以后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我看你这个条件，可以以后就走专业配音就可以了。是吗？我其实还唱歌，那我以后那都行，我觉得。你是枪青词还是风雅颂？风雅颂。你没说过你是高中生啊？高中生不行啊？行，我记住你年纪小，行了吧？行。胳膊怎么了？没事，之前打球受伤了。兄弟，挺帅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卷尾。枪青词可不是你这风格的。来。行。我看你这个绑得太不专业了，以后给你换一个，行吧？我专门干这个，免费。好啊，省钱了。就我发照片了，你们几个都是隐藏款，不太公平吧？有什么不公平的？就是。你好，请问几位？啊，有位置了。太犯规了吧！本人比声音还帅。我是江青词。来，请进，包给我吧。好。这个寒假呀，你就睡这儿吧。啊，好，谢了。怎么样？春节不回家，想不想爸妈？习惯了都。
我从初中就一直在外面住宿，后来戒毒住亲戚家，省车费，经常不回家。我当初考得还不错，帮着你一块复习，说不定有帮助。哎，人呐，优秀不丢人，过度谦虚就过分了啊！著名学府，985医学院高材生，你跟我说考得还不错，让我这高中生怎么活啊？行了，好好考，到时候考上我们学校，以后排戏都方便了。送你师弟啊？我在网上粉丝可不比你少，还妄想做我师兄。赶紧收拾吧，我们学校的大盘鸡可是有时间限制的。你们学校有大盘鸡？不然呢？心动了？那我这就洗手间。哎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胸闷气短的感觉啊？好多了。那二便怎么样？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很忙，有各自的工作、学业，但还是会挤出来时间做配音。虽然很忙，还是很充实的。这跑一晚上了，累吧？累。这创业阶段啊，累点难免的，坚持坚持啊！哎，3号桌好了没？马上。哎，今天人贼多，忙不过来了，估计又要到半夜了。人多好啊，总比没生意强，快去，慢点。哎，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一杯摩卡。OK， 谢谢。You better move your body, let's ride.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. We gonna say 1, 2, 1, 2, 3, let's go. 过来了，我找王可，你先忙。几点下班？3点。强金词来了，一铁丝。强金词，真的啊？等我一下，我找个人。知道。说谁？来，哦，嗨起来！哎，你别，你听我一下，我有点事儿。哦，嗨起来！别，你占我付钱了。在后面啊！加油！要怎么？可以，不可以？哎呀，这太激动了，终于见到活了！哎呀！哎，我刚才报的是强老师对吧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江京瓷啊？你傻呀！你们我全都见过，就这一个眼生的。你好，王刚老师，久仰了。久仰，强老师，哎，太激动了。我都怕你俩打起来呢。为什么呀？你跟他撞音啊！网上好多对比帖说你能取代强老师。哎，那搞笑的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一唱歌的，但是也会一点配音。哎，你忘了，强老师唱歌也很好听，回头一起出歌啊！那就互相取代吧。行，今天晚上随便喝，随便点，全算我头上。欢迎大姐，点酒。那个时候啊，不管你有多少粉丝，配过什么特别有名的剧，这些跟现实生活都没关系，因为那会儿都是免费的，我们也不靠这赚钱，大家都是为爱发电，知道吧？但很满足，也很充实快乐哈。是那会儿只要看到粉丝留言说什么特别喜欢啊，反复复听了很多遍，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，特别开心。对，这话说回来啊，这互联网确实是个好东西。它能给普通人第2次生命，就像重新活过来一次一样。只要你有一技之长，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同好，可以找到发挥自己的舞台。对啊，嚯，谁能想得到啊？网络下载量破100万的广播剧男主角江京瓷配音的地方，居然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宿舍里面。我更惨好吗？我都没地方录音，每次录音只能去匪少家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一直想弄一个配音组，就类似于那种工作室，大家一起专业做配音，这样大家以后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号召力了，对吧？江京瓷、分享颂，女配音粉丝最多的豆豆，再加上我，全美沙溢。我们还可以找一些策划、后期、编剧
哎，分几个部门招点新人，这样以后咱们做剧就不怕约不到人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可以，这行。我没意见。那负责人是谁？那只能是你们仨了，我读医的，没时间。我也学医的。那就咱俩呗。那就我们俩一起。完美配音今日正式成立，负责人绝美沙溢，豆。明天公布招人海选规则。辛苦了，明天见。哎呀，今天对于我来说真的起得太早了，变身了，感觉。久等啦，还可以呀。这是我们推出的新品，你们尝尝。哇，下班了，豆姐。辛苦啦。来，行，都不错。哎呦，周老板，今天叫我们出来干嘛呀？我有一个想法。又有个想法，你想法少点，大哥，我们能轻松点。这个想法可能会比较冒险，但是我想试一试。说说看嘛。我想弄个工作室，成立一个正式的录音棚，属于我们完美配音自己的录音棚。当然，这前期可能会投资不少钱，我可以出大头，剩下的大家谁有能力，大家一起凑一下。事儿是个好事儿，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网配也不挣钱，你要是现在弄一个录音棚，你不上赶着亏钱吗？除非你就把棚租出去，靠这个租金来挣钱，但咱们也没客源啊。我们现在不挣钱，不代表以后不挣钱啊。未来我们可以做广播剧，甚至我们可以转型做商业配音，可以接广告、接动画影视的配音，甚至可以接影视剧的配音。我们已经成立了配音组，为什么不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？为什么不把这条路走宽呢？难道你们要每天等大佬们用完之后，我们排棚时等那1-2个小时吗？哎，你别激动，主要大家不是爱好嘛，都不是专业的。不是专业的，我们可以请老师啊，我们请专业团队，而且我们配音组本来就有专业的人在啊。我没意见。既然你没意见，我也同意。我觉得行啊，我也同意。你同什么意啊？那以后咱们有了自己的录音棚，总要有人负责运营管理吧？咱们哪个人没有自己的工作？谁有时间天天待在棚里啊？不会又是我吧？不想当老板？这个责任太大了吧！完美第一个录音棚，我毕业2年都不到，我这个打工都没打明白，我怎么当老板？我觉得你可以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是坐着的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别贫。你看，我马上毕业实习，风雅颂要上大学，周正有自己的公司。就是你在这打零工，还不如去录音棚当老板。反正他们俩投资，赔了算他们的。哎，把我俩当空气啊？这都是完美的人，要来一起来。对啊，我白天可以在配音棚帮忙，然后晚上我回酒吧就好了。我时间最闲，反正都是家里的生意啊。豆豆，我陪着你。绝美，这主意不错啊，夸了夸。绝美这个人啊，你别看他平时不着调，但关键时刻总能提一些有效的提议。我相信他的判断，我觉得录音棚这条路可以走，而且你也得相信我们的判断，你当然可以当这个老板。我主要是觉得有点占你们便宜。你们几个出钱，我当老板，完美是大家的。豆姐，以后就多关照了。豆总，我不要工资啊，任您差遣。我也不要工资，就这么定了。
好，来，造起来，造起来！开张大吉！今天吃什么？录音棚挂牌第一天。我作为咱们棚里唯一的有车人士，带你们去吃一家非常非常地道的。哎呦，知道你有车呀，有车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。就是，要不这顿饭我来做吧。你确定？我做饭的味道还不错。哎，你看这刀法，一看就是老手啊。可以啊。看出来点滋味了啊！今天比较简陋，没有专门做油炸鸡翅的面粉，凑合吃吧啊。挺好的，挺好。小青啊，有香啊！哎，真香啊！来了！鸡翅来了！哎，这香了！来，哎，给咸蛋黄你说，看着就好吃啊！对，尝尝。我先来了啊！我也来一个。怎么样？过关了吗？必须过关呀！太行了！拍张照片，打印出来，旁边写上厨师江青瓷，端出去就是能开饭店的程度。好，我尝尝。哎，就这样，他就成为了完美的掌厨，意外之喜，完美之福啊！我也就是个真光呢。这只有从我们配音组出去的人才知道他这手艺，知道吧？这后来有一些改行的，还有一些隐退的，都会经常回来。这第一件事啊，就是先打电话问强青瓷在不在，全都馋他做的饭呢。对。哎呀，这么算起来啊，我们配音组也好多代了。你看，像我是第一代，这一代一代陆陆续续到走调，这都是第7代。你这是神出鬼没的，吓我一跳。莫老师，哎，是你太投入了，失去了听觉灵敏度。嗨，后来跟你讨论一下细节，先从邀请名单开始吧。邀请名单，那要不要说你那个隐退的事儿啊？那跟名单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你有一些老人现在早就不出来了，都在家带孩子呢。但我觉得，如果这一场说是你隐退的一场，他们肯定都来。算了吧，不用闹得这么大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嗨，你小子啊，就是对自己号召力有误解，知道吧？我是退居幕后，又不是离开这个星球，不管退不退吧。这次我做策划，我负责联系他们。行，那你来吧，我省事了。转了，转，我也给你转。哎，你们两个拿电话一起转莫老师微博快。本来是我的，让莫老师给我抢了。哇，好多人转啊！哎呦，刚发出去这么多人转呢。我看看，哎呦，看老胡也回了。哇，这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？还是你行啊！哎呀，风雅颂，喂，你那边忙得怎么样啊？我有事和你说，你方便吗？啊，稍等。生生，你快看，终于轮到完美配音担纲的一年。你看这个总策划，真的是他。
你家那位变了，他不是万年不露面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过。哎，反正不管，每年我最喜欢这个线下活动了。要是他做总策划，绝对有重量级嘉宾。嗯。小张，来，老拿个小本本记什么呢啊？各位啊，开会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风雅颂接了一个紧急外派的任务，马上就走，所以这次古风盛会他可能来不了了。啊？不能吧？咱们最后一次合体演出他来不了啊？那这也太可惜了吧？那他那位置谁顶怎么办呀？这时间来不及了，你上哪儿找人家呀？不是，那我们那配音剧，对，江南老怎么办？我有一个提议，也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吧。风雅颂的位置，我想让走调来顶上。我不行，我一个新人，我担不起啊。我听过他最近的一些作品，我觉得很不错，他底子好，而且肯下苦功夫。我们几个再帮他把把关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我同意。可是我都没有舞台经验，我怎么完成风雅颂老师的角色啊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其心，是吧？说你这么多大佬给你兜着底呢，你怕什么呀？行，你别说他了，我能理解你现在心情，但我觉得啊，凡事真的都有第一次。既然他们都挺你的话，要不你就试一试，好吧？可是我怕，别可是了，别怕啊，上。不是，我是怕什么？怕丢人啊？我自己丢人倒没什么，我怕给完美配音丢人。哎，你就去吧，有他们两个在，你别说你了，我都敢上。哎，你就算了啊。我怎么了？不止他们俩，我跟风雅颂商量过，他跟我说，他觉得你能担得起。哎，真的？既然风雅颂都觉得你担得起，那我也没意见。何况你都喜欢他这么多年了，他的角色你肯定最熟悉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俩这个风格还真的挺相似的。那我就好好努力。好，加油！加油啊！行了，别傻站着了，去把那个江南老好好补习补习。好，我这就去看风雅颂老师的视频。傻小子，小孩真紧张了。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言归正传吧。筹备组还得是我们几个核心成员，拟定主题、选定节目社团、场馆、嘉宾，都得靠我们。主持人得2个。哎，你不用看我们啊，必定又是你隐匿人群之后，由我们来抛头露面，是吧？不愿意啊？愿意，这回不一样了，真乐意。行。然后还有协调组、现场工程组，还有外宣组都得定下来，海报这2天也得做出来，得先选节目。然后这一次，我想用2种方式来选节目，一部分节目交给老牌社团，另外一部分公开征集节目，给新社团一些机会，不然总是我们这些老人来垄断，新人很难出头的。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。但是现在的观众啊，他买票入场最喜欢看的还是最有名的那批人，是吧？所以1带1吧，老人新人一起上。这次走调作为新人参加演出，也是我的初衷。是个好主意。我说完了。那怎么着？来，豆脸干嘛呢？做海报啊，主策划都发话了，不工作。这就散了？我帮豆姐干活吧，咖啡都白冲。豆姐，我帮你，走吧，干活去。哇，
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啊！是啊，好多都不大上网了，尤其早些年加入的人。现在的社团要想做成这种号召力，根本不可能。而且那时候没什么人上网，也算是刚有微博，他们算是先吃螃蟹的人，真是有魄力。刚才就想给你看这个，哎，看看，看看。忽然心生感慨啊，真不容易。很有成就感。当然。想不想吃咸蛋黄鸡翅？当然，忽然想吃。笑什么？你要做吗？我做。哎呀。喂，睡了吗？没，看你们完美配音发的古风盛会，睡不着。那是每年最大的一场，我每年都必去的。是吗？过去没听你说过。我们才认识多久呀？而且你们老牌的社团，大佬们年年都是在舞台正当中，当然没有感觉。我从没上过台。那倒也是哦。家里人睡了，不方便说话。对呀，家里隔音不好。可以出来，慢慢说。我看到你是总策划了，今天都在忙这个又是大佬们的盛会，羡慕。今年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那后面有个咖啡厅，12点才关门，我们去那儿。好啊。你刚才说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
这次有不少节目对外公开，老社团、新社团，前辈后辈搭档合作。有什么条件吗？心动了？当然，那可是盛典。招募作品吗？歌曲新编曲或者伴奏？我不想表演，还是想做幕后，或者乐队伴奏。有什么招募条件吗？或者招募方式？海选吗？还是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这些问题问一个总策划，说实话，这块不是我主负责的。豆豆已经去写招募海报了，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留意一下，或者等你男朋友转发给你。啊？你说我要不要换个名字去投稿？反正看的是曲子，我本人是谁也不重要。我倒是觉得呀，你只管大大方方用生生办，大家不会觉得总策划偏心的。毕竟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这台人品保证还是有的。那倒是。我最近写了几首曲子，感觉挺不错的，都想试试。欢迎。从一个个无人知道的 ID， 到正式的配音社团，到完美配音，到天字1号，想想都为你们骄傲。过马路跑慢点啊！快点儿！我小时候最喜欢上这个楼梯了。是吗？这个楼梯很特别吗？因为每次爬到这个楼梯，就表示快要到家，所以就很开心。如果有一天，向青瓷退圈了，你怎么看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没有了锵青瓷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呢，但这和我喜不喜欢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了。你不是之前问过我，怕不怕你喜欢声音胜过喜欢我这个人？那是开玩笑的，不许开玩笑了。正经的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刚才的话。认真的。好啦，没有你脑子里想的这么可怕。我只是要退居幕后了，以后在网上会出现的越来越少。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吗？一部分原因吧，还有一部分是想多提拔一些新人。可以吗？我理解，就像我有一天要是不用生生慢了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，对吧？谢谢。就是不管怎么说，都会难过。我作为一个粉丝的心情很难过。这么多年喜欢的声音，忽然要淡出了。
特别的难过。不过，你这些年本来也不大出现了。我在认识你之前就有过这种预感。你刚才跟我说，挺突然的，但是打击也不太大。我这2年的确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你真是要在我最开心的时候跟我说这个。作为粉丝，我心都快碎了。我的错。早知道刚才咖啡厅就应该把最贵的都点一遍，赔偿我破碎的心。行，下次啊。说好啦。说好了，下一次把那一页最贵的都给你点上，喝不完打包带走。送你回家。走。不是 P 的，你确定？我有这么无聊吗？P 一张图哄你啊？我看宣传转发，这次4大配音组、10大古风社团，还有好多单干人都要去。抢票都抢不到。谁让你抢票了？让你报名参加。如果你能被选中的话，我必须参加。唱就不想了，我可以伴奏。我得选个乐器。选哪个好呢？哎，这我就不乐意了啊！这一屋子乐器，你哪个不擅长啊？哎呀，人外有人嘛，我还是个小透明呢。你呢？你准备去吗？我已经报过名了，我把小样发到他们的邮箱，所以不用参加线下面试。哦，对了，乖乖，面试的地方就在完美配音。这个不行，不行。哎，真不打算登台了？你杨烁唱的挺好的。哎呀，我那就是帮个忙，我还是更喜欢做幕后。你想啊，你写一首歌，如果流传广，就可以被不止一个歌手演唱，那样就有更多的人听到你写的歌了，是不是？也是，这一点上，你和强青子倒是般配啊。对啊，那可不是吗？我问你个事儿，我前2天看江青子他们粉丝团都传开了，说这一次做策划，他是要跟大家告别，然后退居幕后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也挺难过。江青慈这么快就退居幕后了？站在顶峰的人挺容易这样的，一个领域干到头了，转做幕后，开辟一个新领域也挺好的。也是，又不是人间消失了，江青慈还在。哎，等一下，面试的地方在完美。对呀，我终于能去一次天字1号了。我刚才就跟你说了，你没反应，还以为你不在乎呢。你还不知道他，一激动起来，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嘿，你俩合着伙来怼我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先好好准备了。哎，我到时候陪你一起去。
家属能陪同的吧？我当他家属。不知道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。天字1号的创始人之一可是你男朋友啊。公对公，私对私嘛。行，那我报个名可以了吧？这个可以。我来看看。这个怎么样？可以。这贴哪的呀？体育馆晚会现场的，小了点啊。这是跟色打样，懂不懂？看颜色的。你看各种材质的，这材质都不一样。做展板的、横幅的，还有挂画的，还有那个双面膜贴纸的，每个材质出来颜色都不一样，懂？没豆姐懂。行了你。豆姐，评委老师这2天就能到，这些是先来做评审的人的机票信息。车定了吗？订好了，就是酒店还没有搞定，咱们没有预售，预算有限。没关系，到时候咱们就征用北家大少爷、王可还有周正他们家，再加上咱们录音棚的休息间，钱要用在刀刃上，咱们能省则省。等大部队都来了，咱们再统一订酒店。豆姐说的对啊，咱几个圈子聚会啊，不讲究吃穿住行，主要是热爱啊，能省则省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，去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很闲啊？去火车站接人呗，明天啊？邮费报销吧？不报。得，我自己出还不行吗？那我去机场接人吧。不要有钱，看看人家，给你能的。哎呀，本来想着我在声部待不下去了，就投奔配音部。现在既然豆豆姐对我无意，我就不再纠缠了啊。是我们这个小庙呢，容不下您斐家大少爷，您就别添乱了啊！这给我弄皱了都。行，我不给你添麻烦。哎呀。别迟到啊！放心吧。我这叫环保，与时俱进，懂不懂？是理解。能不能别废话文学？对啊，你怎么还那么喜欢说冷笑话呀？这车里的温度突然就下降了啊！哎，卡西，我听说你现在配音培训班办得风生水起的，还有空来这儿？这不是枪老板一声召唤吗？阿银都要去度蜜月了，都改签过来了。哎，这次是枪青词总策划吧？好多消息人全都来了。我2月就来当粉丝一样，主要是要看小金猪。小金猪，什么小金猪？哎，我们去哪儿？肖老板在吗？哎，他昨天晚班，一会儿就去棚里，咱们先到啊。行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下午啊，有面试的人开始过来了，你们呢就先面试，晚上啊跟我走，去我家住啊。咱们到了几拨人了？你们是第一波，还要做评委嘛？但是就是因为是第一波，所以就没有钱订酒店了，这个票还没有开售嘛。然后斐少去接了几个古风社团的老大，安排在他们家，还有绝美老师他们家。那咱们哥几个就委屈委屈。我就想住大本营啊，我也想住啊，我打地铺都行。住你家干嘛呀？住我家怎么了？酒店能跟我家比吗？不是，我们又不是来享福的。这第一批来的评委都住你家，你住得下吗？我家当然住得下了。完美配音的剩下的3个老人住大本营是豆姐安排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大本营老人把我们甩外边了。哎呦，哎，豆姐肯定不是那意思啊！再说了，我家住我家怎么了？还不乐意了？那当然不乐意了。我们也是这么些年没来了，对吧？那一来怎么能住你家呀？要住就住录音棚，天子1号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拒啊！你就死拒，我就拒。哎，行行行，都住都住，好吧？行。哎，
这整个3层都是天字1号的。有好多间工作室特别大。Hello， 这么多人，我感觉我够呛了。没事儿，我们俩都陪着你呢。这次准备的挺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行。哎，您过来啊，拜拜。晨晨，你回来啦？你也报名了？没有，我社团的人报名了，我陪他们来的。哎，你们好。你好。嗨，一会儿也加油啊。谢谢。我先进去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谁啊？玲珑剔透。谁？玲珑剔透。我女神，我白月光。哎，她不是那个，说什么呢？都过去式了。她是锵青瓷的堂姐，网上的人瞎说的。原来是堂姐，难怪这么漂亮，基因好。走吧。走。各位选手来我这一下。我这边有个表格，想请大家签一下。一会儿大家进去，每个人有3分钟时间，只要说名字和 ID 就可以直接表演了，不用自我介绍了。抱歉啊，这一次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评委老师呢想尽可能多看一些大家的表演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我们大家都理解的。不，我不是什么老师。那个在公共场合念大家的网名实在太尴尬了，所以呢就请大家勾一下自己的名字，好吧？来。这边好，勾好名字就可以进去了，里面有休息区，好吧？谢谢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好，一会儿进去别紧张，加油啊！我就不进去了，一会儿让生生照顾你们啊。我们又不是小孩儿。下面还有选手，我先下去了，拜拜。走吧，走，来，我帮你。差不多这边了，在这休息一下。完美配音。去年我坐在台下看他们表演，第9排，前面几排全是圈子里大佬。今年我一定要站在台上。你可以的。但是首先咱们得先踏进这个门儿。走。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你们回去等通知吧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拜拜。谢谢。呀，生生来了，来找莫老师啊？没有，来陪我朋友的。啊，你们要不要喝奶茶？你去楼上楼下算算一共多少人，一人买杯奶茶，算我账上，去吧。我帮你们，来吧。这下先过来。哎，走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走吧。大家吃水果，你们找地方坐。好，我把琴给你放里面。哎，我给你拍个照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静静，今天人齐啊！来，往我下一点，舞蹈吧。 1、2、3，茄子，新来的朋友，快进来坐，来。好，一会儿咱们在里面收音间里面表演，可以先准备一下。谢谢。成人之美。有吗？来，咱们今天为了公平起见啊，抽个签，好吧？按顺序来，因为后面等的人挺多的，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来抽签，一人一个，证明人一张。哎，看好自己的，你不抽吗？我报名了你们的作曲、编曲，已经发到你们公共邮箱了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网名？哎呀，你要没事帮我收拾垃圾吧，下一波人马上到了。哎，那个大家准备一下，好吧？3分钟之后我们开始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帮你。我是第一个。各位同学，我们每个人3分钟的表演时间，然后报好自己的 ID，直接拿好自己的乐器，表演最喜欢的曲目，好吗？我们从1号开始。
我抽到的是3号，我们俩可以一起合奏吗？我们是一个社团的。啊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先随意一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吧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朝朝暮暮音社的怪怪。我是朝朝暮暮音社的社长，网名就叫社长。今天的曲目是我们社声声慢作曲编曲的《桃花源记》。